来继续来看总统热清德，因为美国关税风波，今仔日下乡来进行着第一场的座谈会，邀集到台中机械器具的业者开会讨论。另外，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来提案，要甲外岛设为自由贸易区，但是引发着民进党的炮轰质疑，讲会互金门变做中国的西山地。陈玉珍来回击，讲这高雄甲台南嘛拢咧申请自由贸易港，无应该因为金门甲中国较倚近，就来搭上西山地的标签。若要严肃面对无含大家座谈嘛无法度。若要座谈慢不如紧。用冷淡的台语有我距离，总统即届座谈行出官厅，来到台中收集业者的意见，来因应美国提关关税。市长卢秀燕就预估会出现替单条，冲击台中以器械类为主的6大产业，管630亿的出口产值。There are maybe 15 countries now that have made explicit offers that we're studying and considering, and deciding whether they're good enough to present to the president. 我嘛要互大家知影。咱台湾现主席是美国政府第一批的谈判名单内底，政府会做好准备。世界各国陆续咧送协议，若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案增加离岛自贸区，立言就嘛讲，万不利互中国的资源更较方便出入，就会犯到美方重视的西山地问题。我们的经济打算跟中国绑在一起，那下一个呢会被课予高关税的反而就是台湾，所以台湾现在要做的反而是应该要脱中入北。这个美方已经对中国用关税制裁，台湾哪会当颠倒对中国开经贸大门咧？高雄做自由贸易港区就不会变成西产界江，那金门做当然也就不会啊。或者说，民党现在就可以告诉我说，金门港它是一个国际港，那我不用提案，他如果马上定位它是国际港，我可以撤案。那国民党关税战的对策，包括开放中国游客来台观光，国要继续普发1万块的现金。不过，党内张善政、蒋万安两个市长，才呼吁要甲超顶的税，互企业紧急周转，互人质疑两边的看法是天差地地。超征税额的总数是5000多亿啊，普发1人1万，也只用掉了其中的2300亿，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冲突。要安怎面对关税的灾难，执政的当局就要考虑真济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